中华职棒联盟举行新春团拜各球团的领队互相恭喜。联盟会长蔡其昌讲出新希望。第6队在今年可以有好消息，那我其实非常有信心，大概应该2月份吧，就这个月的月底，我相信我们就会有一个决定到底是哪一个企业要来加入我们。会长讲，什么人是第6队，2月底就知影。不过本来加名的制度伤过头严，被批评是对新动物无优先，敢有可能做调整？这里面也会涉及到申请人他的期待。假设是中华电信，那中华电信他对于加盟、对联盟有没有什么期待？那如果是台钢，那台钢有没有什么期待？但这个要等正式他们提出意向书之后，才能够做最后的确定。有关3月7要开始的台日棒球交流赛，已经有真侪位少年的选手无想要去，安尼敢去会成？球员会担心染疫的问题，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例行赛。那我们其实都会做一并的这个考量，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同样的跟日方在做这种联赛的这种规划。疫情当前，选手的健康上该要紧。联盟嘛宣布讲，开幕战确定伫4月7日开始。时到各球团的队职人员甲联盟的工作人员，拢必须要注完2剂疫苗。若要食，都要伫各场的比赛前做快态检测。观众入场的规定，暂时嘛以100%开放座位开话，期待疫情赶紧退散，好球迷会使欣赏到更加精彩的比赛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